沪语上海市区闲话入门教程第3期。上期阿拉学习了用上海话打招呼，阿拉先来回顾一顾。你好，侬好，侬好，早上好，早浪向好，早浪向好，晚上好，夜到好，夜到好，很久不见，长远勿见，长远勿见，长远没碰着嘛，长远没碰着嘛。吃饭了吗？饭吃了吗？饭吃了吗？吃了，吃了，吃了，还没，未没，未没。你到哪里去？侬到啥地方去？侬到啥地方去？第3节课呢，阿拉来学习用上海话道别。道别，阿拉经常用的必定是再见了。上海话也类似，比如读再会、再会，迭个蛮常用的。一会儿见，挨歇碰头啊，像起口语的表达。挨就是晚迟的意思。明天见，明朝会，意思阿拉明朝就要碰头了。此里的明朝勿是明王朝，而是普通话讲的明天。同时，上海话辣辣道别的辰光勿用见，而用会，可以看出上海话交关诗意。好，阿拉开始复习。再会，再会，再会。一会儿见，挨歇碰头啊，挨歇碰头啊。明天见，明朝会，明朝会。好，仍旧是每期的宣传时间，大家可以关注沪语学堂。那么呢，假使侬欢喜东方 project， 侬好来迭个 QQ 群白相。好，第3期就到此里，大家爱惜碰头啊！